好来继续来看这外来种青豆丁，伫台湾是完全无对手，是伫中南部造成严重的灾害。台南仁德成功里的里长，昨就伫社区的空地啊，看到一只青豆丁，佮发现这个青豆丁挖空咧腐烂，里长是真担心哦，都惊这个青豆丁愈拖愈多，会破坏环境生态。 空地啊，一只青豆丁，夜头咧看4颗链灯，敢若发觉有人挖滚，先豆豆啊退后，速度来赶紧向前。走入洞内无偌久，佮探头出来咧看，然后又佮锁入去。 这个所在是台南市仁德区三路野溪溪边的成功里，里长伫咧樟仔埔发现这只青豆丁，伫咧社区的空地啊，敢若挖空想要腐烂。伊迄拢做隐秘啊，也毋过因为拢伫土内底啊，系啊，伊啊家己的迄个反应吼，足恐怖。用爸爸那边。里长带志工到现场来挖，不过原来无看到青豆丁，嘛无发现伊放的卵。附近的居民讲，家己的菜园嘛互青豆丁侵入。安尼啊，伊会烫的啊。伊是安尼烫的啊。那成功里附近的二行里，居民讲嘛接看到青豆丁。种到时啊，日头炎伊就出来。跟那个鸽子的蛋一样，差不多那样的大小啊，一窝蛋就差不多在30-40颗这样子。居民拢真烦恼，青豆丁愈来愈多，唔奈甲老人囡仔惊到，嘛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。农业局表示会赶紧增加人力来做移除。报名的人数，阮本来是60个，啊超过，即摆已经超过100个，阮嘛是收啦。到的训练，互因会当去掠绿鬣蜥。 哦，卖话咧拖啊收紧。中南部青豆丁的泛滥问题，互主管单位是头壳摸咧烧，除了加强来掠，嘛呼吁民众若发现就要随通报，全面来合作，一步一步来降低青豆丁的数量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